好，一定要练习哦，一定要会哦。喂，小心！做完了所以就给他们戴在头上。回家就可以自己做。你家里旁边好多这个。对，所以啊，要会练习编啊。要6个。好，开始这样，像那个绑辫子一样，有没有？绑头发那个样。对。对呀，怎么用？好像是左右。这样，狗在这里。这样啊。对。这样的那样，就是那样的这样哦。哦，对，你看。这样啊。不是，这个头在那个前面。小朋友，你们可以坐在这里，然后那个老师可以一一的教你们。来，你们可以坐在这里，把它就点慢就。坐下来，来，坐下来。来，老师会一一的到你们那边教你们怎么弄哈。这个头在这里啊，你脑反不对。6只。来到这里来。辫子。一对要2只，一对要2只。啊。